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又搁要来讲佛山，但是即摆要来讲废料。佛祖废料要囥倒位？这4天以来，8,000人连署要囥3县市。那么金门立委有勇气，举手讲2大通好来选举，代志敢是安尼来处理？而且光电敢是传播讲的世界骗局会进入到黑暗面？咱今仔日5位专家学者甲立委斗阵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退休教授李碩德，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前護理廠廠長林文昌，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陳炳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系統工會榮譽理事長鄭博文，大家好。那麼另外金門縣立委陳玉珍，還佫佇線頂，咱小等會甲伊連線。首先，咱先來關心到佛山丁胖公投的時陣，在台灣加起來有434萬張同意票，雖然無過標準，不過同意票是坐過了無同意票，其中金門、連江、苗栗的同意票比率上懸，就有民眾提案，甲廢料要囥佇這3縣市，4天之內超過8,000人通過連署。那金門的立委陳玉珍伊就講，符合3項條件，金門的2大會當來評估。8月3日3丁克公投拄結束，雖然無到規定條件，但嘛開出434萬外張的同意票，比無同意的151萬外張加誠濟，反映部分的民意。在公投進前，有反映的人士在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提案，建議甲核廢料收囥在丁克核3公投贊成票數比例上懸的3個縣市。這4天就突破戶議戶定超過8,000人連署。這次的公投其實跟這個38年前我開始關心議題的時候，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核廢料問題根本沒有告訴我們要如何解決，是用一個未來的新的核電的技術，然後來探討我們重啟核3這個老舊的這個廠址這個基礎的問題。是，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牛頭不對馬嘴的討論。照規定提案成案了後，權責機關必須在2個月來說明評估。提案人表示講，希望用這來呼籲民眾，就真正解決核廢料，核能才會當是選項。根據中選會的統計，公投的結果，所有的縣市攏是同意比無同意較懸，不過比例上懸的縣市，意思是金門縣的94.21%，連江縣94%，苗栗是86.56%。另外同意票數上濟的所在是新北市，有77萬外票。可能沒辦法單純的從這一次的投票人數的比例去判斷，所有金門民眾對這個議題的態度哈。那是金門連江縣長王忠明嘛表示講，提案成案了後，已經問誠濟馬祖的鄉親，攏無同意甲核廢料囥佇當地。不過金門立委陳玉珍是提出會當甲無人大的2大島納入評估。很多人都會擔心，不願放在我家隔壁嘛。那二膽島因為它比較遠，從金門島到二膽島坐船也要20分鐘啊，20-30分鐘嘛。那因為它是屬於金門縣的領土啦，是屬於金門縣治。那所以當然這個相關的目的條件，不管是100億啊，從小到大讀書免錢啊，電費全免啊，這些也當然是要歸到讓金門縣民來享受。呼籲政府核廢料的選址會當對無人大的所在，也是較遠的所在開始。陳玉珍嘛表示講，只要符合3大前提條件，包括地質安全、明確補償方案，含交互居民用公投的方式決定，落尾嘛無一定會是2大島。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啊，佫咧連續聯繫即個單位吼，馬上就會當上線。不過我先就即個金門2大的地質條件，要來請教老師。金門2大，敢有即個條件初步看起來？是啊，金門2大吼，伊個地質原來是花崗岩。哦，花崗岩。嚇，甲迄個甲金門共款。甲大武山共款啦。共款啦。太武山共款。是啊，是啊，是。所以應該是有值得來探勘。值得探勘。值得探勘。啊，遐有長站經過無？即擺也毋知影有。
啊，唔知影有啊，谈才知吼，啊，可能无啦。遐短暂真少啦。遐短暂真少吼。那么咱扩大来看吼，其实我想全台湾各所在应该也有这种无长残所在，也有这个花岗岩所在的所在。咱拢知影讲吼，福建遐拢花岗岩，啊，台湾就是无花岗岩，花岗岩是世界上济的石头，啊，台湾偏偏都无。台湾偏偏无，但是台湾有类似的。好，类似的，类似的，咱花莲有所谓的迄落花岗片麻岩，秀林片麻岩啊，片麻岩，嘿，林南澳啊，和平溪啦，这个啊这一带，哦，花岗片麻岩，遐有条件有基础，遐有这款岩石。哦，啊那，因为我知影过去有这历史吼，咱看吼。2012年，台电伫花莲秀林要进行的地质探勘的时阵，地方就抗争啊啦，啊就讲吼，这违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精神，选举的计划吼进度到即摆停起来，而且吼，其实咱这个高放射性的废弃物哦，最终会处置场施定的规划，2055年爱完工呢，但是咱即摆选举吼，一个都无。是目前吼，啊，我所知影的吼，有迄落有区域性的研究啦，吼啊，到底是伫倒一个所在，吼还袂定，唔敢点落去，还袂定啊，还袂定啊，可能啊，但是咱知影讲，也去选咧所谓花岗片麻岩，哎。哦，所以本岛还是有可能的中选的对吧？有这种啦，有这种研究啦。哦，啊，那亲像这几工大家咧联署的所在，咱苗栗有这种所在无？苗栗较为难。苗栗较为难哦。苗栗较为难。哇，但即摆联署大家讲8,000人，讲无恁同意票较济吼，恁苗栗来选一个。苗栗要选着讲适当的所谓的母岩，哦，可能选袂出来。老师，你甲人讲母岩是什么意思？母岩像花岗岩，吼，吼，较大片的，较大片的，哈，较顶斗的，较顶的，嘿，啊，较袂透水的，哈，水较袂涩的，哈，吼，上侪人选的是花岗岩，哈，哈，啊，某人选的所谓的就是说岩丘，哦，岩所组起来的一个山峦啊，唔是山峦啊，岩体，岩体，哈。岩所做起来一个岩体。讲到底，咱台湾就是无这个有条件，无这个条件。冇考虑讲迄个点样较定的泥岩，较定的泥啦，吼，泥巴的泥啦，泥岩，啊，咱台湾西南部泥岩迄是无特别，迄伤软，伤软，所以安尼看起来就本岛就无啥有所在咯。本岛无啥有所在，所以即个本岛是较有可能的，就是讲花莲的花岗岩。啊，咱连江妈祖迄边的，连江妈祖遐嘛是花岗岩。哦，所以有迄个朋友嘛有所在，朋友的花语、花树啊，花树，迄拢也火星岩。哦，伊迄个岛吼是冰山的一角，底下有真大的火星岩。有这个母岩伫，有母岩。啊，那迄个像迄个火箭啦、汤树啦，遐就较无，遐敢若表面是迄个玄武岩啊，算母岩。但是内面拢沉积岩，迄个较脆较拍。较脆较拍。哦，安尼看起来嘛无简单呢哦。哦，啊，敢若算，搁较算着妈祖金门呢。妈祖金门遐，咱福建遮拢花岗岩嘛。所以啊，这嘛真麻烦哦。但即摆我也是安尼想啦，就是讲理性来看，讲啊，即摆就是已经就补这三位拢是一寡废料啊，总是爱处理吧。是啊，总是爱处理啊，无毋对。哦，啊，趁这个时阵，我会使讲，问老师一个题话，毋是专业的问题，你家己的观感就是讲，即摆出来投票的人。哦，同意的比无同意较济，咱会讲甲当做讲哦，社会气氛改变啦，啊，大家哦较赞成这个法令啊，会使安尼解脱的。即摆我嘛无去投，老师无去投。题目就讲
你爱通过这个安全无虞才能重启嘛。在外边过，要安全评估，要能够过关，是很困难的。哦，所以老师评估真困难了。煞来问厂长咯，老师评估讲第一条件是困难的，厂长你按家己安怎看？安尼啦吼，我咧先解释者，咱即摆迄个放射线的废料吼，有2种低放射线高放射线吼。迄阵咱讲台东迄个达人，甲迄个金门的乌树乌秋啦，乌秋啦，这2个是低放射线的，叫做好酸剂，已经选好啊，经济部。真早以前就选定这2个，但是因为咱有一个法律，就是讲低放射线迄个枪支的选址，的法律咧规定讲爱有地方公民投票同意，同意了才会用去进行。这是已经选址，但是伊到即马拢无举行公民投票。我感觉这是政府爱落主导啦。地方政府因为选举定来咧选举对无？厂长，你认为投票的时阵比如讲乌区啊，乌区这个所在是金门县的人爱投票，还是乌区的人？不，迄是算县，迄个县，迄个县也是迄个市，但是即摆种县，台东县甲金门县，对。所以这是低放射线。这是地方政府爱来主办，爱家己举手，还是讲无园联会你就爱主导讲，无你来。即摆法律规定就是地方，所以即摆我想中央嘛有在考虑啦，是毋是爱修法，还是安尼改变做法？但是我感觉咱讲低放射线这个枪支咧，咱会用去组团去韩国解。参考者，因人起好啊，对吧？建州对哦，人起好啊，人是安那做成的吼，有影真困难，但是伊嘛努力20年，即嘛做成啊。无这外办公民投票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咯，是吧？是啊，你唔办，你都行袂落啊，所以已经停伫遮。强调，那高放射性的。对，咱即摆咱要在讲啦，他拄仔李教授讲，可能是拢针对的高放射性。高放射线即摆就一个。问题是啥咧？根本无化验啦，无立法啦。我照一个，咱观众朋友啊，咱咬dit吼，咬dit。这是以前咱政府规划的，要做高放射线的最后的处置场啦，的一个规划。其实2005年已经开始在做到2017年啊，调查啥拢有寡初步的结果。台湾嘛，因专家讲的哈，这我唔是专家，但是照报告来讲，有适合的所在用去调查啦。这是初步的研究。强调，这内面讲公布是倒位甲倒位？无啦，我嘛唔知啦，因为你公布咧，我问半工拢问袂出来我嘛唔知啦，我实在嘛唔知啦哈。但是我知有这个报告哈。这若洪灾就复杂起来。所以讲伫遐，因为过来都要你调查好势，这个适合你都爱去探勘，爱去调查，对无？哪像你讲2012年迄去调查，花莲秀林的，迄可能就是为着这，但是迄可能无公布，无洪灾，所有人知了就抗议啦，所以但是讲这无化验啦，你都无再做啦。无呢，李老师提我这叫做高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理场设置场枪支规范是公布104年4月24，修正是106 3月29，有命令哦。无迄个啦，我最近都是根本无立法啦，也未好落。这是法规哦。我知，就是。这是法规哦。我是知，我可用个大家查较清楚咧，因为我伫台联做过，大家都安尼讲，都是无法律啦，所以根本袂叮当你啦。来，党委员好不容易来上线，咱先和党委员来上线，可以来讲看卖金门。好，党委员，你好，委员，歹势吼，你这个半工吼，你甲咱讲一下吼，
你认为这个二大吼，啊，要来做可能的这个选举，你家己的这个意见，你会当搁甲咱观众朋友讲一摆无？我顶工的是，顶工昨日吧，昨日的时阵本来有安尼讲，但是金门吼，民众吼，就是认为吼，我感觉是无人的所在单考虑对无吼，无一定是对啦吼。但是金门民众感觉连金门只要金门这6年的任何一个所在拢计反对，了解无？所以连基本的讲道路拢计无可能。湖区迄边也是啊，有人建成嘛，有人反对，但这议题即摆真麻烦。现在只要是讲到是核废料这款代，大家拢计反对啊。无可能有建设，但是建设人较唔爱讲话吧，反正就是大家反对啦。委员，所以真困难啦。我也是感觉讲你真有勇气咧，有头吼来处这个讲二大吼，你真有胆呢。但是讲，但是乡亲吼，可能这两讲应该都爱互大家讨论，唔是讲我赞成吼，但是讲公共议题本来就会使开放讨论，但即摆代志就因为核废料这个已经规拢计污名化，根本无法用科学的角度来讨论，所以任何来讲讲，甲核有关系起好吼，那讲出来讲哦，咱来讨论者，大家讲哦，你是怎样，所以这代志真歹处理啊。哦，委员，所以我给你一个澄清的机会吼，你就这个场合，你甲大家讲，你唔是赞成无赞成，你是只是讲提出来，要互大家来讨论是安尼吗？当然是安尼啊，就是讲本来议题都会使公共议题都大家会使讨论的啊。问题是即摆连提什么讲哦，你单先考虑看什么条件哦，什么安全啊，一定要第一安全嘛，第二什么所在无问题啦，第三哦要偌济募年经费，第四讲哦，大家要公民投票嘛，连这个部分都无法度讨论，你知无？即摆已经行到这个社会时代行到安尼啊。人家政治有真大的关系啦，比如讲咱讲要讨论啊，必是。你当然有讨厌的人哦，对手就会讲哦，你做超工要甲这可能金门啊，要可能咩的，哦，你讲无伊嘛是讲有啊，所以真麻烦啦。即款议题啊，因除了政治拢计无法度讨论。委员，我知影你的困难点吼，但是安尼若看起来，全台湾若任何一个立法委员若讲起来，你地方来大家都免处理啊。另外一个，毋是讲。金门啊，我看全台湾任何一个所在，任何一人讲哦，无咱来讨论看要怎样做，大家就对手就会开始讲哦，你都是想要害这地方无发展啊，什么的话拢计真多，所以可能政府爱思考看吼，是毋是用什么方法去什么？因为这范围本来有募年金费，去世界对一个所在看有什么看有国家要做这代志无？看有这办法无？这个政府可能来思考。我看伫台湾的不管对的所在，拢计是无可能成功的啊。委员，这个吼较瓦近的例就是韩国的庆州啦，伊创了才10几栋，才16栋我所知吼，去说服啊，哇，规帮的钱摕去啦，哦，拜托啊，用山托死啦，去地方搁拜托啊，公道，哦，才10几栋啦。你认为会使？咱会当来有成功吗？后来有成功吗？有啊，即马开始要做啊。哦，可能是机会这款就是拄我开始讲的时阵，伫台湾就是安尼，任何一种开讲就是有问题嘛。就像讲不管湖区嘛是讲10几年啊嘛吼，伊都选所在讲10几年嘛是无办法啦，对吧？不过这湖区代志最好是个公投吼，互乡来家己投就好啊。因为湖区较特别啦，湖区甲金门真远啊，了解无？湖区离金门非常远啊，差不多离金门甲马祖的中央啊。到金门若是开船到湖区，差不多就要6点钟吧，坐船就要6点钟啊，8点钟，对台中就100多海里，几百公里的啊，这么远啊。所以湖区较有可能就对啊。毋是，湖区离金门真远，你听无？所以我想公投的时阵，最好莫对规乖来投啦，湖区的人家己投就好，应该决定啦。湖区家己人投，那湖区，我是无去查湖区，我看无成百人哦。600人。湖区的户口有600几个，但已经徛入面拄啊20几个人啊。哇，我想这效应真强哦，有的人会赶紧刷户口去湖区哦。先关对无？用线来投票对无？哦，但是因为武昌是金门的兄弟，伊离金门真远啊，了解无？伊离金门真远，所以阮金门人帮湖区做决定，其实也是
金门别个乡镇，你听无？你听有意思？以湖区这个来讲，湖区离金门非常远啊。那湖区面顶的人到底要哪是毋嘛？因都爱家己去决定嘛。湖区毋是伫金门面顶呢，毋是伫金门边啊呢。我知。恁知湖区伫对，湖区非常远啊。伊是伫金门甲马祖的中央，是因为伊互金门管，但是其实伊离金门非常远，所以金门人也无应该帮湖区做决定啦。你了解无？了解。委员，那恁有按算讲国民党党团在这个会期要来做这个法令上什么修改，还是讲，譬如讲公道啦，你地方政府就是唔敢举办啦。我讲这礼拜都休困啊，无可能的代志啊。哦，这礼拜休困。今日拜三、拜五就休困啊，这个会期已经结束啊。无啦，我讲下会期啦。我看这个真困难啦，因为就算有人睇也无人会。你讲像我即摆讲这代志对无？讲唔出来对。哇，规个对手一定会骂你个嘛。啊，你若睇讲这代志，讲较歹啊，你唔管联署什么，当然有人嘛，无人甲这个议题是无人甲触碰的议题啦，听无？啊，所以我讲委员你真勇敢啊，讲真话啊。是啊，嘛要死啊，但是嘛有用心讲也有支持的，但支持的下来也有反对的，我是甲公共议题会使讨论的啦。你嘛就勇敢你讨对无？讲议题本来用讨，但问题是中讨论个人人袂感觉你是讨论讲哦，你就调讲咩咩啊？即款啊，对议题牵扯到政治都非常歹处理啊。是，感谢委员，你半工吼来上线来甲咱讲吼，感谢委员。哦，感谢。我线来要请朋友来看，你看这政治效应。我头一个想到就讲，哇，若是乌区变做选举，哇，若真侪人就刷户口去到遐呢，因为通啊回馈金嘛，迄足济啊，哦，啊600人去分，哇，迄当然就足济啊。这政治难题是要安怎处理？因为咱看讲哦有啦，世界各国吼也有这个例子的啦，但是这个例是真济还是真少吗？朋友，世界这个迄个最终处置的这个例嘛，无讲足侪啦。吼啊，其实大家国家嘛是拢开真侪气力来去做这个社会迄个沟通嘛。吼啊，比如讲像荷兰嘛有甲地方放伫市中心啊，吼。算讲做一个公民教育安尼，后来去做一个教育，但是这是地方啦吼。啊，若是高方这件大家较烦恼的这件代志，我感觉是一个真正困难的代志。吼啊，这届公投真趣味，就是讲看起来有真侪人去支持核电厂嘛吼，迄个延役。啊，所以嘛有可能，那不管你核电有要延役，还是无要延役，其实核废料的这个代志本来就是要认真来去处理嘛。啊，所以若会当趁这个机会，大家算讲有可能伫这个议题顶悬，咱看谈派吼，看谈派啊，专家安尼会当好坐来讨论。吼，这不管有要延役，还是无要延役，这件代志，我是感觉台湾拢一定爱好啊去处理。吼啊，至于讲迄个，若是去乌区，我颠倒反正家己向反正投，若是以乌区家己投票，反正无一定会通过啊。有当时啊是在地颠倒即种拄好要通常伊会带愈远愈同意嘛，吼若乌区要家己投，反正大家无反正就是迄个应该是无同意的，可能会较侪。若是规个金门投，可能颠倒较有机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咱民主的这个制度的设计的这个问题。毋过应该是爱趁即摆就爱开始来去做啦，因为咱总统嘛要讲有这个见解嘛吼。毋管有要安怎发展。这件代志，咱总是爱来做伙来面对，啊，所以趁这届公投的这个机会，咱大家社会来去思考这件代志，我感觉是好啊。我是绝对赞成讲爱好好讨论啦，不可吼，我感觉除了咱节目有通好好讨论吼，其他的节目当然，我毋是讲其他的节目无好哦，吼，是讲这公共论坛吼，要来理性要来讨论这项代志，因为背后你看。但委员随讲了，哇，万箭穿心嘛，吼，啊就密室，无法度密室，吼，那大家都讲哦，那这一处是毋是真正这个拥护佛祖的这个人开始变济啊？社会气氛敢是有改变？朋友，你会解读咧？这做歹去，这可能爱真正做真深的这个社会学的研究啦。
啊，肯定有真侪人，阮若像老师安尼感觉投，敢若嘛无啥物意思，啊，就无出来投票，可能嘛有，啊嘛有可能因为河山毕竟离大部分台北较远啊，就是已经大家无动力。嘿啊，所以有足侪无共款的这个因素嘛，啊嘛有可能是咱黄仁勋都来讲，咱这个 AI 爱核电嘛，有可能足侪原因安尼，嘿啊，所以即个公道有会当反映讲咱社会是毋是支持核电，啊核电嘛是爱个小可分类啊，吼，比如讲咱的现有的电厂要继续用，还是咱要个起新的 SMR， 或者个是无共款的选择，所以这应该是我无法度遮尔简单来去讲这个结论嘿。上无袂当来就此认为讲拥护佛祖的人比反对的人较济。啊，毋过这嘛是爱有足侪无共款的搭配啊，比如讲 SMR， 还是讲咱即摆的迄个演绎，或者佫是两种无共款的。SMR 咱小人来讨论。对，无共款的情境啦，系无共款。啊，种演绎是2、3要演绎，还是3要演绎，佫无共款的情境啊。啊，演绎敢有要别条件，讲你爱先去处理迄个最终处置，爱处理好势。咱较会当来个继续行，这嘛是个另外一种个情境啊，所以我感觉咱社会人甲足侪情境掺做伙，掺做伙啊讲袂清楚啊，所以愈讲袂清楚，咱的问题愈无解，所以应该是要一条一条开出来讲。这吼，你边仔有一个考主啦，哈，叫做世纪骗局，吼，迄供电啊，吼，咱理事长吼，你甲咱讲看卖吼，恁供电尤其一连串，毋那是。供电即马甲执政党拢牵连做伙，但是事实上即马去用判刑的啦，一审甲二审的，迄各党拢有啦。咱来天用讲，吼，各党拢有啦。迄毋那是执政党。恁供电是安怎看待讲？哇！啊，即马即袂抽屉，即鸣警收兵，还是讲无？恁也个继续进行？我简单讲一下吼，已开发的国家其实民众拢有一个现象啦，对能源就是对电这个需求甲依赖，这个依赖会造成讲，我若1点钟无电，我可能不止我足焦虑的，我规个家族啊，规个运作拢有问题，所以大家拢有一个概念讲，啊若电较济，目前无差啦。哦，所以我感觉是即个公道的一个伫要同意甲无同意，中有一个灰色地带，有可能在临时来选一个啦，吼。所以爱甲电的来源甲做好，这是我感觉未来执政党可能爱认真来思考的部分啦。啊，讲太阳能这个电吼，伊是绿色的电，伊有稳定无？因为我感觉佫真稳定呢吼，咱来看这个图，这个图吼是洪泰了的一个拜六，吼，我甲台电的迄个电网吼，伊的发电呢截取下来吼，这块青这块，这块青这块，吼，这块就是太阳能的日时发电的区域。伊差不多占咱20%至30%。日时啊？日时20%至30%，无法度甲讲，啊，就无即个代志啦。嘛袂当讲啊，我太阳能甲停掉，好无？20%至30%若停掉，应该是逐个发电厂，嘿，绝对拢跳啦。哦，台湾可能我啦，真侪火力发电厂拢专开，可能嘛袂。你要表达的就是讲，其实这已经是咧行的路，是袂当回头的路。是啊，当然有弊案，有毋对的，吼。的原因我感觉是因为这个能源真正是大家太需求咧，所以它是焦点。这个焦点有可能大家期待向，不管是施作的人、拥有的人，还是要插的人，可能拢无够遐侪经验。嘛，他讲讲，也是拄着困难，会去找偏的路啦。我感觉这个部分哈，业者嘛要行好正。咱伫咧申請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拄着法规障碍，拄着什么障碍？你敢有拄着种会甲你伸手的？有暗示的哈，啊，但是我感觉应该拢无明啦，好无明。但是我若拄着困难，边的人来讲，
我感觉较接近偏差的，就是讲，比如讲我若申请一个案，也是我咧申请迄个电网的时阵，我可能拄着困难，我会感觉讲，我这个规划都堆头行到尾，就剩一步尔。哎，啊不做成啊就嘿，规矩我来问看有厝边隔壁熟悉，会当牵一个无？有当牵就牵歪去啊！我感觉这个片面啦，吼，这个片面真正唔通讲片，唔通牵歪。我感觉国家若真正有心要甲绿色的能源、好的能源摕来做政策，拄着法规，伊慢慢一定会改啦。吼，一般拢是1档至3档，但是咱会感觉足久啦。吼，但是有诶部分新诶就爱改。啊，佫有一个讲吼，吼，恁这供电诶吼，介贵啦，你会当来小来澄清，还是讲你要来讲你家己诶讲法？嘿，供电介贵，我感觉嘛无贵呢。我当出来做，因为我是供电的老人啊啦吼。哎，我做20几档啊。供电当出来做时阵，德国一度电供电卖到政府卖20块台票。台湾就是台票，因为一度电，吼，德国的电约当20块台票。台湾开始收迄个太阳能的电的时阵，一度电12块外，吼。较早有影要做的成本足悬，万事起头难。嘿，收到今年3块8呢。大暗场吼，一度电收3块8，3块8已经比石油发电、比亚速发电更较俗啊。安尼恁会做一袂做一？我嘛是会做一，嘛是会做一。第二，国家对政策有开放，因为咱的中小企业若要出口去欧洲、出口去美洲，RE100，嘿对，伊会去用扣税嘛。我扣税，去年电业法就做一个改税，讲吼，阮即马供电的业者会当甲电透过台电的电网，再卖互中小企业。啊，因为咱电流出去有电表跟质量嘛，我流1万度出去，伊若甲咱用5000度，嘿，啊，咱互台电手续费，一度电互伊2角，互伊3角，啊，伊会当去甲电网做修理、做维护。我感觉这是多赢啦。我小等，我请问一下，我小等才会请冰兄来回答一下吼，就是讲，就是人即个坊间哦，拢咧传说讲，吼，这大卡拢顶头写，就是因为拢买供电，才会台电才来亏损啦，吼，台电才来买安尼足济，去，这小等要请你来这解说一下吼，看你的看法是安怎，啊嘛爱请厂来讲了，核能电厂敢真正。就比一般的电厂更较俗。不过我要先请教李老师哈。目前咱即卖的核1、核2、核3啦，这3个厂，敢有这个在地质上有这个绝对性的这个优势甲好处，会当来申请来中客嘅，敢有？地质上这3个厂拢无。地质上拢无哦。第2厂就好啦。第二厂的河道区吼，较早施工的时阵有地质图拿来，哈，地质图就显示说有断层经过，哈，那开挖过程中还有硫气喷出来上了新闻媒体的，啊，那2个问题，一个是那个断层问题，还有一个是火山的问题，哇，哎。所以就核二厂来免上啊。像核三嘛是嘛，核三最近你讲啊，那你讲恒春断层，你地质图顶头是位于核三厂东边的门口外面，距离那个反应器还有900公尺，啊，可是问题是整个核三厂区拢是恒春断层的断层带，啊，做施工的时阵直接挖落去。迄石头拢乱的啦，最规地，拢石头拢乱的啦，迄个最近陈文山嘛有提出当初施工的时候拢有地质图嘛，地质图嘛有显示有扭曲，嘛有在河道区哦有断层，那是确实的。按照好你加在这30-40年来拢无代志发生呢。咱核能电厂吼。地质较好的是核1厂啊，核一厂啊，核一厂倒是厂址没有什么地质问题，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初选址的时候的法规哈，
规定是说离断层至少8公里以外，它只有7公里，差1公里，哎，是过关没？所以如果你要新选一个厂址哈，是过不了关的。那你如果是说要重启，那个厂址已经在那里了，重启那就要做更好的伪装，就是对，要做更好的结构、更好的安全评估了，啊。哦，但是我知影讲，若要定起一个反应炉，水炉内面啊，搁要用特殊的这个咱台湾特殊的这个膨转土哟，安尼落去控，落去创安尼。我来，可能的学龄的人拢咧讲吼，哇，我这间为主体哈，控制力、钢筋混凝土2公就要高啦，你要安怎甲它转换？规定去转落去就转袂落去。炸弹都炸袂过啊！哦，但是问题无遐简单啦。你内底的反应器，你所有的控制设备，你所有的这个冷却管线，那些都不能坏。核能在地震的时候会失控，不是那个微主体坏掉，微主体不会坏啊，而是问题是它就是说那个炉心的部分。控制的部分，冷却管线的部分。若是登去泄漏但是伊个包起来，安尼敢会也无奈。你若讲迄个大地震来的时阵，大地震会使给你摇到3分钟呢，到5分钟呢。你第1分钟的时阵已经涉水啊，第2分钟就喷水啊，第3分钟规拢白啊，水流了，水流了，你就失控啊。你反应炉就失控。这我爱请厂长来解说一下，敢有这种可能性？即安尼啦吼，咱尊重你教授吼，地质专家咱尊重，但是你讲话吼要有根据吼。咱4个厂也看地动的时，全省地动搭一位地动的时，迄4个厂拢青色的，无代志。迄震动拢加速度拢足细。迄就是地质调查过，是咱台湾是上好的所在，要来建电厂的所在。李教授、李家丹教授发表真济伫记者会啦，讲遐问题。我甲你讲，咱佛山厂、佛1厂、佛2厂，以前几年前，因为发现个新就是地动了，有过调查。你讲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是受夸大。第一，我甲你讲简单。所有报告，台电拢做好啊，送互原子能委员会审查拢同意，拢通过啊。但是我先讲通过啊，你听恁两个讲，我感觉là安尼啦。若要解决，是毋是？第一，唔係恁两个是地质专家，是毋是？甲有别个地质专家来讲一个清楚。无你安尼讲吼，混淆视听我你讲。我你话讲完好。来，请。恁讲遐代志，凊彩话咧。对杀了，人遐报告你用去原子能委员会就是核安会网站调查，遐报告拢伫遐，拢审查同意啊，改善嘛拢改善好啊，那啥讲这款话？所以我感觉讲爱公正，咱根据事实，你若有来调，无你发表。强哥，我甲你请教一下吼，因为过去咱台湾发生的地震，无发生伫即个断层所在啦。所以当然是青嘛，我的概念唔知有对啊唔对，像李老师。我补充一下，是讲吼，核1厂、核2厂自起好到这40几年来吼，唔摆有一摆地动加速度超过0.1 G， 从来没有过。核3在2006有到0.1几 G， 它设计的是0.4 G， 还差设计值很远啊。可是现在台电最新的评估。核2厂是1.2几 G， 核3厂是1.384 G， 你这个叫做安全关机地震，在这么大的地震来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安全关机，不会失控，你1点多 G 跟不到1 G， 差了10几20。老师，你甲咱讲一个概念，1点多 G 跟0.1 G 这个概念是啥物？差100倍。921地震的时阵，你台北，台北的加速度在0.12 G 左右。台北才安尼啊？0.12 G 左右。那台中起来0.23 G，
啊，你短暂的当兵，拢超过0.4G， 啊，佫无够1哦，无够1，啊，加速度若甲1吼，物件会飞起来呢，你椅啊、桌啊、规拢啊飞起来。啊，1点多G来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头嘛飞起来。你讲你会使哩吼，我甲你讲，你去看原委会吼，即摆和安会人的报告，台电3个厂拢做过啊，专家评估过啊，改善嘛改善，算出来1.384G，照这个来改善嘛拢改善好啊。原子能委员会嘛报告拢同意啊吼，所以讲去看嘛咧。我不爱甲你做只差，吼，你讲你的，我知影，这我知影。老师来补充一下。1.384G 哈，有改善的是燃料池，还有那个跟除役以后有关的，比如像中级干式储存等，不是反映咯，不是反映了本身，一是假定要除役了，除役以后还存在的东西，它要通过1.384G， 然后有改善。你去看看报告就好了哈，不要在这边讲，我不要跟你争。报告我完全看过。好，强调。要不然李公投为什么说你重新还要做地震的风险分析？地震风险分析还没做，整个反应炉的地震风险分析还没有做。咱吼有一日咱来调这个报告吼，咱来看卖，互观众朋友来一个解答。吼，所以我要请冰兄，这报告你敢有看过？无呢，我唔是专业的这个地质专家。好，但是就现在佛1、佛2、佛3，即马要来重启，咱即马讲到的佛3厂，相信即马无通过了，应该是沉入大海咯。还是讲以后还佫有这个机会，通过来佫公道一摆啊？这政治的代志怎歹讲啊？嘿啊，政治代志怎歹讲？嘿啊，嘛有可能啊，嘿嘛比如讲核二嘛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佛2厂嘛有可能过来公道。我感觉政治的代志实在是太歹讲的，即摆。嘿啊嘛有可能因为最近这个像迄个陈委员这件迄个高放。佮无所在去的这件事件，佮互社会去做一个讨论，或者佮有无共款的这个。我的疑问是讲，咱社会敢若讨论安尼啊，但是讨论这拢是譬如讲专业啦，吼，像各位拢是专业的人来讨论，那么一直拢无法度扩散去到一般的这个民众。你认为这个普及知识，包括供电的知识也好，还是核能的知识？尤其即马还佫有新的技术 SMR， 这种新的技术要安怎互大家人会当较理智科学务实啊理性来讨论呢？这个要安怎来处理呢？这件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代志啦。这可能嘛是咱政府爱去投入足大的资源来去做这个国家的这个能源教育的这个问题，因为咱大部分社会的民众拢是受到。足侪偏远区的这个迄个地形嘛，尤其像迄种图卡，图卡是啥物短语音，即摆个 AI 佮甲你变造落去，所以其实咱会当去收到的这个资讯实在是拢足歹去，互咱社会对这个问题坐来去好好去讨论啦，嘿啊，所以包含讲他怎啊讲的，咱迄个苦主，咱迄个郑总，前日阵啊，迄个影片啊，讲迄鸟啊去啉到迄个太阳能板的迄个水单随翘起安尼，嘛是传家呢，传家啊。虽然咱政府有一直咧反驳嘛，毋过其实伫咱网络顶悬，也是赖的群组，迄是很可怕的迄个扩散。尤其讲太阳能板有毒这件代志，所以这变做讲咱国家的能源的这个政策有足大的困扰，几乎常常拢伫原地踏步的这个状况啊，无法度往前去推进。所以这件能源教育的这件代志，真正是爱国家爱做一个重点的这个政策啊，不用偏哪一方啦，就是讲你要有一个客观，比如讲真正咱即摆就找无最终处置场啊，比如讲咱即摆光电就无影跟你讲的遮尔恐怖啊，这件在资讯拢爱互足侪人去知影，无真正含囡仔嘛拢囡仔的迄个抖音嘛是看，抖音的影片嘛是拢迄种足奇怪的迄个资讯嘛，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嘛真一个足大的危机这
大家说无法度真正理性好好啊提事实来讨论吼。来，这理事长，互你一个机会来讲恁这个帮吼，你这水啉都袂安怎吗？我紧讲一下吼，来，这场是一个高雄的学校，啊，那伊的厝顶、甲伊的体育馆啊、甲伊的风雨球场哈，头前拢供电帮做了，伊的发电量差不多学校用电的2倍到2.5倍。哦，够有村哦，有村，哈啊，这个供电帮到底有毒无毒哈？来甲各自甲大家讲一下，这是缩小版的光电板，后壁这个是阿鲁米羥，哈，要有风台头的时阵会当有强度的。头前这块帮，哈，这个帮我用一个反光哈，用一个反光，小可反光，啊，这块帮是玻璃帮，玻璃帮下底入面有一个软胶，这个软胶就是瑜伽垫的透明胶，过来这块就是光电板。黑色这个光电板是对石头提炼出来二氧化硒的硒原料，伊含咱的半导体，咱手机内底台积电利用拢共款啊，迄个无毒，吼。过来后壁这块塑胶帮，全部的各做都安尼尔，所以吼，咱当然毋是讲咱要甲狗喙喙摕来剥啦，吼，但是伊拆开，伊是没有毒物反应的。这对的报告看得到，环保署，即马供电帮的厂商吼生产出来，环保署的粗样，摕去浸到迄个水池仔底，逐个月拢去甲抽来化验，袂当验出有毒物。即届伫迄个环保署有咧做这个代志，环保署有咧做这个代志，系，而且为期已经1-2冬啊，足久的一个时间啊。即届东石海边迄个破去迄吼，遐个嘛拢环保署拢有定期去抽，我会记得啥啦3工啊5工伊就去抽看附近遐个水，3工5工就去抽啊，有毒物反应无？目前拢是检测值拢是0啦，吼。就是讲，伊无对生物有有害的释出啦，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要互民众安心哈。我听供电帮是你家己的处理啊，规片拢是哦。哦，我处理是用供电帮甲包起来哈。我住这间厝，我住伫这间厝。歹势。啊，有人讲哦，这若偏久会安怎安尼？有诶无诶？我伫内底已经住啊7冬啊。第一，我是业者啦吼。我希望讲我家己会当用绿色的能源，用厝呢再来卖台电。今年我嘛甲这间厝的电拢无卖台电啊，我开始要卖中小企业的绿电。哦，就是讲我感觉这个能源，但是这是普通人敢会当家己建置？嘛是会使，嘛是会使。普通人吼，就建设厝顶啊。我这间厝是建造的时阵，就甲供电帮申请做一伙啊，所以吼，才会有法度做入徛壁啦。啊，这个风台，做职业者其实嘛损失无济啦。像阮公司装几啊万地，较损失30几地尔。应该是安尼讲吼，咱空拍机飞起的时阵，当然嘛是针对受伤、灾害较大的所在先翕啦，吼。啊，这个尾啊，迄个能源署统计起来哈，约占0.2%，全国的光电板损害，这个风台损害约占0.2%。但是对家己遐吹气的遐，约占全国0.2%，破去遐，好，所以伫风灾无偌久，电网开始慢慢恢复了。但我的意思是讲，凡是吹过的拢有歹去吗？还是吹过还佫用用的？吹过大部分拢用用啦。伊迄就是基础的迄个拉毛桩去断去哈，规条丝啊去规飘出去，嘿，知影大概烧塌啦。啊，当然，逐个人的设计，因为迄拢是各公司的财产嘛。伊伫即个安尼设计，伊后一回，伊就要加倍啊，伊就要惊死啊。因为即个风台所有的损失，拢总是业者家己要承担。阮伫修复了，啊，搁后一回，搁有可能，搁20冬有可能会拄着10外个风台啊。阮拢爱安然度过，阮要安怎去想办法？这就是阮爱成长的。好，啊，但这嘛爱甲观众朋友讲，无互国家开钱啊，因为阮拢有保险，
吼，这部分是安尼，卖造成大家误解啦。无国家无给恁补助啦。无补助。我吼，他都要请冰兄来回答，就是讲到底这核能发电哦，一度电，加咱一般这个供电的一度电，即卖的比例是偌济，差偌济，有贵也无贵。如果若中客，这第二个问题，那中客哦，不管是核2还是核1，哦，核3哦，中客起来，搁开偌济钱，这另外一个问题，请。好，我想我用这个纸板吼，其实咱头拄仔你问的就是，比如讲，咱嘛是爱甲核能发电诶，无共款的样态，嘛是爱分得清楚。比如讲新型的核能发电厂，还是讲咱用旧的佮继续落去用。当然旧的电厂是因为伊建厂的迄个成本拢已经摊提了啊嘛吼。像我若要一台车，我迄个分期付款、贷款拢纳了啊，我当然用车的成本就较俗安尼。若是以国际上看法，我先煞回应咱郑总的这个讲法，就是讲咱再生能源的介绍的这个问题。然后其实以国际上的这个通趋势啦，吼，其实再生能源的成本是愈来愈低。吼其实未来你若要新起新的核能发电厂，还是 SMR 的这个钱，其实无一定会比再生能源较俗。这是一个IEA 吼，迄个国际能源署的这个统计嘛，毋是阮家己，就是讲毋是民间团体家己无根据去讲。有可能讲 SMR 在美股入侵了后，10档、20档了成色，搁较俗，恁会反对袂？那准讲咱的地质吼废料的这件代志，真正会当处理。另外一件就是咱足侪拢共款，毋管啥物款的电厂，拢会拄到社区控制嘛。我嘛有拄过讲校头顶悬要装太阳能板，爱回馈互学生。毋过嘛是。边仔嘛是咧抗议，但是第一是废料厂爱真正会当处理，大家认真来甲处理好势。第二是社区的会当接受，若是安尼，其实民间团体嘛无啥物通好反对，无啥物立场会当无啥物立场去对这个议题去做啥物诉求嘛。其实但是我感觉一寡资讯爱去讲互清楚，比如讲咱咧讲的再生能源贵，迄是可能10档一种贵嘛。即摆其实是。迄个成本是真俗，甚至是毋是会造成台电的负担？前几档可能会，但是咱嘛知影台电亏损上大的问题是俄乌战争嘛。伊当然有锁过一寡再生能源，但是即卖未来的再生能源像郑总讲的，后壁直接供给迄个企业台电会当趁迄个网络迄个手续费，所以未来的发展是再生能源。只个趁袂赔啦。甚至台电即卖嘛，你卖RE30啊。伊就是再生，我即包电吼，我即包电内底有30%的迄个再生能源，我袂互企业。我拍你。我拍无俗呢，一度个嘛6块的款。哦。这嘛是对台电做未来。咱其实咱能源的发展有足侪无共款的阶段，咱应该是爱用上新的这个条件去思考。你若要做一种再生能源一度10块，我来讲再生能源足贵这是。我感觉这是一个无科学、理性、无务实的这个状况安尼。是。强强，你一世人拢伫核能厂内面工作，吼，在你的立场来看，你安全，恁都逐工顾甲安尼吼，敢若比顾家己的事实顾甲较焦灼。安全性就即个机械性、物理的、化学的，恁拢顾得真焦灼。你有感觉讲？这就无可取代啊！应该好好来甲社会大众来说明啊，是这种心情，还是讲无啦？即摆就是真正就无奈，就电无够，你是对这种心情？我感觉吼，各种能源拢有优点有缺点。咱国家要安怎发展，应该做一个上好的分配，配置就对啦。所以应该是看伫是咪环境，还是供电稳定，还是要处倒一个，要处倒一个，要经济，这拢爱一个，无啦嘛，唔讲一定爱经济，都一定要种经济，爱去分配，感觉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分配，这是咱国家政府爱做的代志。但是咱即马袂使放弃好的能源，像干净、稳定又便宜能源，这个也不能随便放弃。我才有只回应只拢介绍问题我才有这个，可能较细更加较紧。来，请。这是咱台电公司1月到6月
发表的公布的财务报告啦吼。这是我伫位台电的官网摕落来吼。啊，7月吼还未公布吼。但是你昨可能有听讲，台电讲说5、6、7月拢趁钱。哦，啊，这大家拢听着讲，哦哟，无简单哦，啊，咪讲了到要死，那会趁钱吼。啊咪，大家看慢咧吼。我只有这个1月到6月吼，我有画红色的2个都是哦，买来本钱上贵，上啊个了钱超过100亿的，这2项歹势吼，就是太阳能供电啦，甲风电，这是台电的财务报告出来。一度电，这还佫是目前的情况。对了不？现在就是即摆现况很重，即摆现况吼，但是这很真济拢是20%以上。